干嘛这么盯着我啊？怎么了？你看出什么了？我想把你的样子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，想你的时候就翻出来好好的看。你想我的时候，我就会在你身边啊，还用刻在脑子里啊？用，要刻的。记住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我知道。让我抱抱你吧。来。真希望一辈子都能这样抱着你。我也是。抱得紧紧的。少宇，出来吃早饭了。少宇，少宇，依然，我接受不了现在的生活。我知道你内心有很多的疑惑，也会找很多理由替我开脱。但对不起，我和你分手，不要再来找我。怎么了？他回家了。这什么情况呀？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演哪出呢？这是？你们这吵架了还是怎么着了啊？赶紧打个电话。啊！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转拨。Sorry, mobile reception. 关机了。妈，坐吧。我知道你一定想问我，为什么突然回来了。我回来是因为我想通了，我不能扔下公司不管，扔下你不管。这是你的真心话吗？是我的真心话。从小长大，我在你身边的时间不多，也没有好好的孝顺你。之前因为一些事情失去了理智，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，在情感上，我觉得我伤害你了。这些都是我不对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知道错了就好。妈也有不对的地方，不该太干涉你的生活。
但是我也是为了你好啊。我知道你适合什么样的生活，去超市当搬运工，妈看着心疼啊。回来就好啊。我现在也知道了自己是有什么样的生活。我想回到原点，做原来的谭少宇。过去的事儿咱都不提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还是新华公司的总经理，还是我的好儿子。来，吃个橘子。谢谢妈，我先上去。这也不和我说一声，啊？东西往这儿一扔，他就可以走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呀也别替他说话了。我工作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没有责任感的员工。真是大户人家的公子哥啊！啊，甩手掌柜当惯了的。没什么问题吧？还好的。怎么样？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？好，别紧张啊。他这骨头呢已经接好了，只要他好好休养，就没什么问题了，别担心。大夫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他年纪轻轻的，可别成了残废啊！我们理解你的心情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尽力的。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一般的骨折，只要他好好的配合治疗呢，这腿就没什么问题啊。拜托了，拜托了。没事没事，应该的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好好好，嗯，谢谢大夫，不客气不客气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你啊，谢谢啊。李爱宝，你告诉我，你孙叔叔让你去工作，我同意了。你说他能给你升职加薪，我还挺高兴，我帮你收东西。我以为你到工地只是去发发东西、看看图纸，你干这么危险的活，你告诉过我吗？你这是摔了腿。你摔残了，摔傻了怎么办？回来！你们是他的哥们儿吗？是他的朋友吗？那么危险的活，你们劝过他吗？妈，他摔死了怎么办？你说人家干嘛？我这不还没死吗？阿姨，阿姨。不是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啊，你看给老太太急成那样啊，一句我没死就给你妈火了，那是你妈李爱宝。那我怎么跟她解释？我怎么跟她解释我为什么上工地去了？我怎么跟她解释我为什么被单位开除了？我怎么跟她解释我为了50万把腿砸成这样？那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呀？我们帮你想办法好不好？我告诉你啊，不出今儿晚上，你妈就能把这个来龙去脉都摸清楚，说不定现在就已经知道你在想什么了。我现在发现你那么毒呢，你啊，一个人跑工地上睡觉去了。我说你怎么那么快就找着工作了呢？还忙着见天见不着人，还出差，哈，感情是一人啊，跑到工地上自个儿跟自个儿玩命去了是吗？依然，把伊蕾给你带过来了，谢谢你啊。没事儿。那个谭少宇今天一天都没有看手机，信息也没回。我觉得他早上的纸条可能是说真的。依然，我明白你心里难受，可是你不能不相信眼睛看到的事实啊。曾经给你带来伤害的人，也许永远只会给你伤害。谭少宇不是这样的人。再说，更何况现在，他更不应该这样。依然，这个礼拜幼儿园要组织互动活动。上次我和少宇帅哥得了第1名，现在我还想让他陪我去。依恋，
谭少宇陪，我们让天乐，或者我也可以陪你去啊。行了，我们先回家吧啊。少宇帅哥在我娃娃里放了这个，你听。依恋，上次跟你说的小王子的故事，我还没有讲完呢。少宇帅哥继续跟你说啊。第6个星球上住着一位年老的地理学家。少宇帅哥为什么搬走了？因为他有自己的工作，他要出差一段时间。一段时间是多久啊？来，依恋，我们睡觉吧啊！你们大人都骗人，一段时间可以是1天，也可以是很久。乖，依恋，我们来把这个故事听完。我不想听他的声音。依恋，上次跟你说的小王子的故事，我还没有讲完呢。少宇帅哥继续跟你说啊。第6个星球上住着一位年老的地理学家。地理学家有一张桌子，成天不